我哋嘅平台做過唔少分享，但係呢次好唔同喎。因為咧，我哋唔想你淨係聽完覺得好正，但係出到去咩都做唔到。所以呢一次嘅 webinar，我會由頭到尾實際 show 俾你睇。我係做咗20年學校市場採購研究嘅 Ronnie， 專門幫中小企拆解學校市場潛規則，令到佢哋用最短嘅路徑、最快嘅速度打入學校市場。我哋今次嘅 webinar 咧係會講好多嘢嘅。第一，點解 send email 學校咧冇人覆你？第二，點解固定供應商咧其實唔係你嘅障礙？第三，標書唔係你想象中嗰回事，但係知道唔夠㗎，你要做到咯。所以4月份嘅 webinar 我會 show 俾你睇而家新系統嘅3樣嘢。第一，實際上點樣操作而家全新嘅 Schoolyst 系統，唔需要你自己去摸索喎，係我一步一步帶住你去做。第二，完整標書框架，我哋係會逐步拆解點樣去填份標書，你最後會帶住個標書框架走，以後自己就可以用啦。第三，現場 Q&A session， 你有啲咩具體嘅問題，即場問即場拆解，出席者仲會攞到標書模板同埋香港學校採購時間表。呢2樣嘢我唔係網上面免費放出嚟嘅，只係 webinar 嘅參加者先至會有嘅，名額只係30個，先到先得，而家即刻撳入下邊條 link 報名啦！4月見，拜拜。